关城之战，沙陀罗德国对战李渊。相逢建立天地混动动，一个暗光。这个时阵，沙陀德国的军事不明过人，使用邪术破风反路，散播声名，报出了血红林。 红红大作乌云密布，李渊之军直接败去了。这个时阵的李渊看精武队这边投入攻城之内，来呀，投入城内。 这边用强劲阵基力护守城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李渊兵未将官咯，来呀！士兵把他将这个红城团团困住。怎么样啊？唔免一个月，李渊全军断水河而亡了！哈哈哈哈哈！ 假真雄对着假善良心，相逢共有兵分秋色。这个时阵，假真雄因善良心到山林去了。哼！李世民、老黑达两军混战，真雄独对老黑达。 双人多眼交锋，经过所合，真雄就要点出精神杀手眼目。老黑达当场毙命。 我不骗你的，归顺天君呢，这个都是一合天时了，有呢无？大呀，你唔能够离开啊嘿！大，我有代志要跟你参详呢。是啦，大哥，咱兵强将勇，任罪鸟足，但欠子税，众兄弟望你为税将军咯。是，真兄啊，受世民的要求，统率将军嘛，公主。 军师，众兄弟雅意真强心领，乃表弟罗成完修弥补，指望不动一兵一卒，令亲自杀入为乌门成都。公主熟读兵书，宽严得具，正统帅人选。齐献帝辅助公主平定各路反王，然后诛杀明神，保安社稷吧，真强渐变。各位兄弟，好有记咯。 大哥讲安尼嘛是有理呢，动用几十万的兵马，为了罗成一完手尔，实在太浪费了。咱的军队是得要抗反军、治国茶、保社稷，有片的啊！哦，你甲公主统军呢，阮得要随大哥的背后来去完成几件小可代志。又啊准达啦，你莫回来，我看到你有够先。嘿嘿，我嘛要去。 我要去，我嘛要去。蒋将军，严守军营，不得有误啊！哇，大咧走扫够紧的啦，随时卡接卡尔，全咧无歹人。听阿姐，真强到底是有几房的车签呢？哇，你叫我啥？听不清楚了。 我叫一遍，听阿姐，我感觉你老爸爸老少，叫你们阿姐，你听没有够先？你是真强的二弟啊！哦，你若叫安尼嘛是真歹听，叫听神仙就好了。对，阮大哦对娶媳妇拢无趣味了，迄个油啊准达，今年还袂娶了。
迄查某囡仔吼，我伫咧相争啦，3个相争，4个无分啦。 4个要哪分4个？毋是咧，我是讲3个人伫咧相争啊，第4个无分啦。有影，那我也是今年还袂娶。好啊啦，讲遐屁话有较抓，赶紧对大来去啊！哈，赶紧，赶紧咯！你毋是真强，你嘛毋是仙乡信，因为仙乡信已经被乌trí强拍死咯。天下间见过仙乡信之人太少，见过求验客人也搁较少啊。天下间看过真强的人不少，却是看过李靖的人也无偌多啦。那你就是天下第一剑之称的李靖咯。 原名叫做李药师，对无？然呀，为何将医药转到剑来呢？剑令斩奸治恶，药令拯救良民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呢？杀害一刀之称的裘剑客，犹原不变形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杨明化，特定光埋，裘剑无法改变啊！李靖。 也阁有一个红予你找你的踪迹找真久咯。伊不但找我，同款也伫咧找你。你的意思是今天要来一决雌雄嘛？我的意思是三人会面的时阵，在真命天子李世民的驾前显出真相，彼此排行即可啊。同感。你认为李世民是真命天子吗？不谬呀。后会有期，不可以。武文成都了。众兄弟，对啊，我看你们每日伫咧游，实在太可怜了。王必当、李公达、张公瑾、魏文通、向阔海、吴分条、吴天锡、裴元庆、罗成、先锋神都捐躯沙场，真是英雄性命，如花美眷，精诚诗友，调有美俏，色中爱人。且为雷客，又为铁链，39兄弟至今存你我。对啊，你莫伤心啦。啦是啦，大你若安尼伤心哦，会损着你身躯呢。对啊，咱兄弟大家都死得足漂亮的啦。
唔是为家己死的啦，拢是为天下大众牺牲的啦。有一天，我听到今仔，我来共款杀身成仁呢。迄当阵你唔通甲我哭呢，你若哭我，我袂欢喜啦。你都爱甲我欢喜，啊，我的灵魂哦，才会安宁啦。嘉金，咱兄弟不能同生，愿意同死。对了对了，大家安尼哦，有福同担，有福同享。有钱大家来开，有酒大家来啉，有法准达啦。安那，去找酒店。唉，好好，你等我来找看卖哈。哦，车厢拿一间乌店。哎呦，安尼看迄乌人开的哦。啥货啦？那乌店就一定乌人开的，你听无呢？听无？哎，这个乌店哦，无要紧，乌店我会互伊变成白店就对了啊。大爷，来啉来啉。天地带路啊！唉，生意真歹，无半只肥羊咯。哼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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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只较肥，一只较瘦。好，两只肥的才瘦呢。嘿啊嘿啊，啊，你讲，上顶的酒菜拢甲办落哦，哈，啊做你办回啉哦。了后呢，伊若咧欠所谓做你摕去用哦，哈。啊，伊若叫一寡歌姬要来演唱啊，你都爱赶紧甲准备哦，甲伊陪饮陪唱哦，这我的烦恼就对了。喂，你伫咧讲话比咧唱歌较好听呢。嘿，啊，都有这个东西。好，玉林之王千岁千千岁，办落啊，啊，我是毕竟。我知，来呀！乌酒菜甲我搬落去，啊叫几名歌姬来，好招待三位贵宾啦！我遐啉一杯。哦，我儿子，咦，喂，赶紧的啊！药啊摕来甲医治啊，哈，赶紧的，药摕走。我摕。这名兵士敢若亲像伫京城内款。大爷，你足内行啊！你看伊穿的这个衣服就会知影。可能是东宫李演的麾下。你有影，带你学下来哦。多谢你的拯救。请问兵士为何重伤呢？东宫李演被叛兵困住，危险咯。好，肃静长安。小等下，有马无？马有哦，马房也4、5只咧。安尼好，赶紧，我跟你讲，所位。安那，
把这个东西拿出来。哦，唔免，我带。一人50两银，参这个查某囡仔咯，说，拢同款啊，拢平济。哦，200两银，请你给我摕去用。哈，多谢多，哈紧。迄200，哼，乌炭白了啊！新小宝4人催马加鞭，进长安城，特别解救东宫李延禄。哦，大啊！整个皇城之外呢，乌云密布呢，血风惨惨呢。可能是犯人的邪术。咱大家唔通进入血风泉，先查出啥物人伫咧龙凤作术啊！我来看哦，伫个环营内底伫咧龙凤作术的款哦，是查探环营。我那军师不明多人，摆单伫咧作法。兵得当腰将得呀，兵得干完将得跑地步得秋呀罗啊，被混抓被破陀陀，兵得谁呀兵得谁呀，将得谁呀兵被七千我把把七拉把杀嘞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对一日都甲讲来死哦，那冇得甲讲钱哦，代志就废去哦。我知啦，可细声哩啦。Bersabar dikirna standira bagira Diam sa! Hai sami to ah, diam sami jiu ah, long pai. 啥人敢侵进这营盘？岂不是真强二小宝？小冤啊！为足刺激啊！听到林义准他真强当着敌中4人针对对还原水无误得快。呀！有阵他听到跟比打牌，不敌中坐阵。人正起来机构上攻，真强出阵咯！真强这个是精神的杀手锏。一杆打到太阳穴，头壳迅速个关起来了。大声嘞，多大声嘞！哎呀！人家话那大家听清楚啊！听清楚！这里头壳上的，这里都是你的元帅老五都看的啦！人家小冤，赶紧归顺哦，也是要走，也若无啊！经过几分后，恁大家拢会无性命啦！反就是反啊，拢无对我的，走甲喷青去啊！赞，安尼将这个收金吼，赶咧，入要皇城来见东宫李嫣，来去领奖受赏。哦，你这个以我准单哦，上界贪功的啦，唔免啦，咱的紧急代志还袂办呢。不离宫啊，好啦，你将这个头壳吼，也甲等入去城内，锁落去，用一支钱啊，绑一张批船来甲烧入去。要互伊这个东宫李嫣知影讲，咱来拍提援兵，安尼就好啊！咱就准备甲伊太原收敌，武文成都，言者有理，速速进行吧。命，用命的反红，幽州北汉王提望你，迎兵特别进还长安路。刘龙汉率营单独进入太原进行攻，特别收敌武文成都，为罗城报仇咯。回来！魏营被了提高禁军困阵。华营有万户不动之勇，但是难得叫伊武文成都进来阵。武文
先都亲自出马。你外口，槟榔家千手已经拿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派来的兴趣？叫是招来。我一生最万分就这你这甘心呢！哈哈哈哈哈！来呀，正手！你叫什么名？我蔡英，李世民叫你来信。你这般危害天下的奸命，非敌不可啊！来呀，要我一手！我是还阁有真强兄弟为我报仇，砍掉！大人啊，是你个师兄，严守忠诚，家心认真，求严去电回银江，汇入就晋阳中路。李浩杰安和你也跳入晋阳宫，就要追赶咯。真强一件兄弟也入晋阳宫，就要收敌武文成都白囝。两岸城之间，李渊第一次的败战，洪城又被北汉王困住了。结果，18条好汉是怎样的结果呢？请看最后的一集《水动天意》。